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谭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月10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从房企聊起，恒大这回是真的要清盘了。咱们喊了1年多的恒大清盘，不远的将来又要改名字，改成万科暴雷。香港司法机构网站1月10日显示，香港高等法院临案官林泽民将于2025年1月10日下午2点30分就有关无力偿还杂项申请进行内庭聆讯。该来的终究是要来，我是躲不掉的。不光是恒大，我看了一下，这融创也已经到了危险时刻，再一次到了危险时刻，也就是给他缓了2年，啥用没有。新浪财经报道，融创中国大跌近15%，遭信达资管提出清盘陈情，聆讯定于3月19日。据观点新媒体早前报道，融创房地产集团2024年11月新增到期未偿付借款本金32.36亿元人民币，截至2024年11月30日，到期未偿付借款本金为1155亿元，其中银行贷款逾期234亿元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逾期741亿元，其他有息债务逾期178亿元。中国信达，我们以前说它是叫临终关怀，这信达都救不了了，那只能是送你一程。果然还是信达出手，要送融创一程，那上路，怪不得融创最近的股价暴跌啊！也就是它境外债务重组成功了也没用。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反复强调，我说融创它境外债重组成功，境内债展期成功等等，那只是缓了一口气，不代表它真的就活过来了。你看，果然是这么个情况，它只坚持了2年。当然这一次也不一定，它就真的清盘，到时候还要看各方博弈。这个凸显什么？房企现在是越来越，你就给它缓2年没有用，这就更加坚定了咱们对万科、保利对这些房企的判断。你不要看它现在蹦得欢，他们都是走在暴雷的路上，能够拯救它的就是韭菜。昨天万科宣布旗下的债务展期，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，万科债务展期说明他没钱了，还不了，只能展期。我们再看看碧桂园，因为它的年报、半年报都没有公布，也没有审计机构在做，就经审计的年报、半年报，当然人家自己公布了一个未经审核的财报。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1月7日晚间发布2024年12月未经审核营运数据，数据显示该地产巨头2024年全年销售额跌幅约73%。根据公告，碧桂园在2024年12月份合同销售额约为34.2亿元，比2023年同期69亿元下跌50.5%。2024年12月份合同销售建筑面积35万平米，比2023年同期68万平米减少49%，一个月只有30亿的销售了，就这个还能怎么自救？你要知道他以前一年是8、9千亿的销售，一个月都是7、800亿，现在只有30亿。碧桂园的很多项目都在县城、4线城市，碧桂园销售这么难，那你只能说明这个县城房子根本就卖不动，一个月30亿，人家一个楼盘一天就能卖100亿、200亿，日光盘一天200亿，碧桂园全国3000多个项目，合着一个月才卖30亿，从这儿也能看出这个碧桂园呢的未来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恒大、融创、碧桂园还有万科，可以说一年比一年难，一年比一年难熬，都是有今天没明。也说来说去就是韭菜不买房，房企的日子不好过，那看看这个房奴的日子怎么样？买了房的人实际上日子更难过。我看有网友介绍说，房价，成都的房价给人感觉它没有这么降，一直在涨。但是有一个网友说他说成都的房价实际上在降，说成都的房价2024年普跌了一波，成都楼市高新区房价从2万5跌到了2万3，跌没了2000元。成都楼市天府新区房价从2万2跌至1万9，跌没了3000。还有成都楼市的双流房价从1万5跌至1万3，跌没了2000，以及等等。他说基本上成都楼市所有区域房价都是下跌，无非是跌得多和跌得少。像是成都高新区房价相对来说跌幅就没那么大，成都高新区房价跌幅也就10%左右的样子，而成都楼市的天府新区房价就跌得比较多了，跌幅能接近15%。成都楼市 CA 说2024年底的时候走了一波成交量，房子卖了非常多，但是这对于成都楼市来说还是没有把价格涨起来。他说现在成都房价不便宜，在整个中西部里面成都房价排名第一。成都虽然整体 GDP 很强，达到了2.2万亿以上，但是要算人均 GDP 呢，那成都就不高。成都的常住人口是2140万，也就是成都的人均 GDP 低于很多2线城市。说明什么？人均 GDP 比其他2线城市要低，但是它的房价显得是不是就高了，泡沫就大。所以在成都买房的还是要小心。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，他说9.9块首付买精装房，广东中商一开发商放大。
大招。他说近期中山某楼盘推出的9块9买房，在部分社交平台刷屏。这个活动预计会持续到今年年底，首付9块9，项目带精装交付，今年年底前交房，3房月供2944元，4房月供3782元。中山本地房产中介谢平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，中山楼市过去1年成交出历史地位，目前新房价格稳定在1.3万元每平米左右，主要买家也有过往的投资客加刚需客，变成了本地刚需客为主。9块9包邮，这样来个9块9首付，这个9块9和零首付有啥区别呢？这个噱头玩，咱们这个节目还有以前很多地方政府，还有这个叫什么？我记得房地产报都表示反对零首付，9块9首付和零首付没有区别。这个打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就相当于把你上吊的绳子又往下放了放，本来你这上吊的绳子只够那1.8米的人把脑袋伸进去，现在它放到1.5米，你也能把脑袋伸进去，就这意思。那你首付的越少，贷的越多，贷款越多，你给银行做的贡献越多，利息越多，你首付越少，你的杠杆越大，这个时候你加杠杆，那是纯粹是想不开妥妥的是大冤种。另外，这也说明中山的楼市实在是没招了，不行了，想不出什么辙，只好9块9包邮，想不出什么救市的办法，就是卖不掉。这个就说明6月份的那一波救楼市措施那现在已经正式这个影响没有了。如果要想楼市止跌回稳，那你就得出新措施，还得出政策。网上也有专家建议怎么救楼市，由政府保价，就保价格，怎么保？但是由政府提供房价5年的保险，如果你买了新房就一手房，你购买5年内如果遇到烂尾就可以无偿退房，对吧？由政府把这钱退给你。第二个，如果房价跌了，政府提供最多30万元的跌幅补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买的房子你300万买的，你跌到250万，反正政府给你赔30万，也不超过30万的补贴，房价补贴。这玩笑开大了，你也就是说，房农买了房涨了，那是你自己得好处，利益都是你；跌了，政府给你补贴。这可以说专家是想一出是一出。那投资客完全就可以这么玩，投资客就可以专门套你政府身上那30万，政府赔得起吗？对吧？我把这新房一买，明年转手就卖，就便宜50万，那你政府就得补30万。就想出这些馊主意，他为什么就不能发购房券呢？直接对这些房奴进行补贴。我们再看看网上有一个网友吐槽，这个网友是个女性，她说她有点迷茫，怎么迷茫？说老公让她把婚前的房子给卖掉，她遇到这么个事情，有点迷茫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她说了几个关键点。第一个，她说女粉丝她说她的房首付是父母出的，那也就是这个房子在她名下，她一直按揭贷款是她在还，首付是她父母出的，那婚后她肯定还得还房贷第二个，她说她老公目前也有一套房在还房贷，目前她跟她老公住在她老公买的这套房里。你看这夫妻俩两套房都是婚前的财产，完了都是按揭贷款，现在这2个人合资成立一个新公司。第三一点她说我的房子地理位置不太好，她说开车到我们2个公司约15分钟车程，她说原本想装修，但是装修需要几十万，老公不想和我一起装修，就让我把这套房卖了，卖了的钱父母付的首付还给我父母，再去换买个单位附近上班方便的房子，就是步行都能到的房子。第四个呢，这个女网友她自己不想卖，她说现在市场不景气，卖出去就是亏，但是她老公就非常来劲主动的去问中介跑中介，就不把这房子卖掉是誓不罢休。这个女网友和她妈说了这个事，她妈的态度是让她老公家里出点钱装修，把房子装修好放那儿。这个女粉丝说，她说来惭愧，工作后赚的钱都是一起用，她的工资没交我，她自己也没立小金库和存款，她当时买车位我还帮她付钱了。第七个她说我家可以把装修钱传出了，但是我妈看不惯他们家不出钱不出力，也不想出装修钱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第八个女网友和她老公2个人都是家中独生子女。这个女网友说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确实地理位置不太好，装修需要一大笔钱。你看看她这个问题特别复杂，牵扯到双方父母。虽然他2人都是独生子女，这个还是个优点，因为独生子女反正以后都是他们俩，没有什么争议。但问题现在还没到这一步，各弄各的，2个人都是在婚前都按揭买的房，说起来都是有房，但实际上他们2人结婚之后杠杆还很高，2个房子要还按揭贷款。所以说她老公建议把她房子卖掉是对的，那个房子位置不好，离她上班地方又远，卖掉是应该的，不应该再花钱装修。所以说不能听她父母的，她父母是老眼光，她自己也患得患失，你这个时候应该赶紧把它卖掉，就亏点，只要有人买把它卖掉，因为他有贷款要还的。而如果他那个房子贷款就还完了，那你不卖放那儿，反正也就这样了，甚至你可以少出点钱把它简装一下，能租出去
续最好。所以说她老公说的对，应该把它卖掉，卖掉之后把首付还给她父母。我估计她那房子卖掉之后，能不能把首付卖出来都是个问题，首付有没有跌完，有没有跌掉都不好说。但是这没有办法，这个就得及时止损，斩仓割肉啊。她老公建议在单位附近再买套房，这他们那个城市啊没有必要买2套，有1套房就够了，因为她老公的房子也是还按揭贷款的，你再买一套那负担得多重啊。财产他们这是婚前财产也好算，婚后他们还按揭贷款那也要算到一起了，婚后的收入都是家庭共同收入，虽然你是给各自名下的房子还按揭贷款，但那个是共同财产，婚后是单算。所以这个女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她房子赶紧卖掉，如果还能还点钱给她爸妈，那说明她房子还没跌没。如果卖完了正好你跟银行2不欠，很有可能啊房子没了，跟银行2不欠，首付跌没了，这几年的利息按揭贷款都白还了，那基本上都是这么个现状。但这个也好过以后暴雷，万一这俩人一失业，那时候2套房子你法院把你一拍卖，你房子没了，首付白付了，按揭贷款白交了，完了之后你还欠银行，所以他应该及时止损，对吧？他应该2个人供她老公那套房，那个是婚前财产，虽然是房子是婚前的，但是他们一结婚之后，法院的统计计算方式，他结婚之前是多少钱，结婚之后多少钱，他会给你分开算的。所以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？有很多父母有钱，他也没钱。你说没钱，他身上有点钱，他就为儿女瞎操心，他以为房价一直要涨，所以他就为孩子买房。那房价涨的时候你买可以，资产在升值，那是加杠杆，你首付按揭贷还。你现在房价是在下跌，如果你有钱，你说我全款交了，把这送给女儿也可以，结果你给她买了个套，这个套弄得不好也累死她。但你要么就全款买，你有钱，这没毛病，全款买套房送给女儿，那但是他也没这个钱，你房子买了都没钱装修，典型的小马拉大车。这个男的也按揭买套房，这俩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现在这女孩子啊，找男朋友千万不要找这种不上不下的。你说他有钱吧，他也没钱，房子是按揭的；你说他没钱吧，他还有套房，连个装修的钱都拿不出来，自己的房子是按揭贷款。这个女孩子跟着男孩子俩人一结婚呢，你不就帮他还贷款吗？如果2个人就业没问题，那就勉勉强强这么还下去。如果2个人一失业，现金流一断，那个房子就完蛋，最后夫妻俩恐怕欠银行钱。所以现在女孩子你要结婚找这种按揭贷款买房子，千万不要找，你除非他说他这个按揭贷款还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20%了。也就是说啊，你找一男的他是按揭贷款买房子，你还不如找一个他把钱拿着租房，对吧？手上有个几十万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10年前有房子是好事，房子一直在涨价，现在房子跌价。所以现在女孩子找男朋友不要问家里有没有房，有房你就问他有没有贷款。现在问存款，你要问他存款有多少，有没有负债，不要问他应收账款。因为现在很多小老板看上去好像挺有钱，但他都是应收账款，那个应收账款10有8九就是水花水中月金中花呀，到时1毛钱要不。所以现在你要找经济条件，不是看房子，如果那房子没有按揭贷款可以，你要看他的存款有多少，你要看他仅仅是存款啊，其他的都不算，就是存款。你还看他有没有负债，有存款没有负债，那就是优质，就这么简单。而如果有房有存款还没有负债，那就更优质。千万不要干跟男朋友俩一起妈妈赚钱还按揭贷款那种傻事。结婚不是用来还贷款，从男的角度来说也一样，就是有的男的他为了结婚买房，这刚需房，但是往往是婚也没结成，房价又跌了，这个也是无尽的痛苦。有的人他认为自己买套房是不是找女朋友更容易点？有房吗？再买辆车，有房有车找女朋友好找，那个也是在过去10年前房价在，对吧？现在房价是在下跌的。如果你是全款买套房，全款买的车，那没毛病。如果你是按揭贷款加杠杆买的贷款买的车，这个10有8九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老婆女朋友没谈着，自己还陷入债务陷阱不能自拔。未来5年到10年银行的存款就是你的实力证明，其他的一切都不着调不靠谱，都是虚无缥缈的。如果再算长一点，未来的20年，也就是你的银行存款加上你的保障，你比如你的社保、你的医保、你的各种保险啊，只有这些才是你以后幸福的源泉，其他的都不靠谱。当然你有才华也不用担心，没有存款但有才华不容易，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用存款来衡量。这个人有没有才华你也看不出来，这存款你好数这个后面几个零。保障是什么意思？保障就像胡一静老师那样的，人家退休金根本就花不完，生病了可以报销，他现在闲着没事干，天天到处瞎转悠，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没有压力，也没有什么，就知道花钱啊，就知道你看每月领钱花不完，不为生计奔波，不用担心失业，一天做200个服务生，他照他这样他要活90岁。我们99%的人最终实践证明，事实证明都是普通人，99.9%的，那就是普通人的这个样子。所以你普通人的保障就是银行存款加上各种社保社会保障。胡静老师是厅级干部啊，人家不是普通人，
那也是靠这个来保障他的幸福。现在还有一些炒房的，不是为了结婚，对吧？你不是年轻男女啊，为了结婚买房。有些人是炒房，这人看似精明，而炒房的人跟炒股一样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下车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。我还认识也好多朋友，炒房挣了很多钱，但是在炒股里面如数凤凰。现在很多财经博主或者是房产中介啊，炒房子的，他认为这个房价一定要涨，当然了，他也会说结构性的矛盾，说有的地方会涨，有的地方涨不了，有的地方先涨，有的地方后涨。理由什么？理由就是因为我们要放水，大放水会导致资产升值。还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，所以他先买房等着，买几套房等着你放水，你水一放，我这房子就涨上去，我就财富自由了。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，典型的是刻舟求剑，典型的是跟政府对着干。只有一个国家的失控了，它才可能那个钱货币疯狂贬值。放水就是钱贬值。你想一想，咱们现在面对这么多压力，人民币贬到 7.5， 这个央行都是咬牙切齿的，到时候还阻击一把，不能让它跌，真的贬那么多。那 7.5 那他肯定要扛，采取很多措施。你照这些财经博主，照这些房吹说的，那我们人民币汇率恐怕要贬到10以下。你放水，这个大家能想得通吧？你这个钱狂印放水，你的人民币越印越多，越放越多，那你对美元肯定是贬值。现在 7.5 的央行都不愿意，这叫控制的，它要调控。所以说这些房吹还是盼着放水让价格涨起来，放水来消灭债务。资产一涨价，咱们老说的就是因为你的债务是刚性的，资产是弹性的，它通过放水把你资产价格涨上来，你的债是不是就覆盖了？他老是这么想，他完全不顾你这个资产，因为资产这个流动它才有价值。如果资产不能流动，你很难说它有什么价值。那么你流动，你留给谁来买？你把你这房子炒到20万1平米，谁买？到底谁来接盘？所以说咱们天天苦口婆心的时候，你投资房产的就算了，就是加杠杆炒房的，不要做这个梦。国家3令5申的叫房住不炒，你要炒那就是飞蛾扑火。房子作为有钱人一个资产配置是可以的，人家煤老板有的是钱，现金一大把一大把的，他没地方放，他在上海买一套5000万的房，买5套，人家这叫资产配置。恐怕他也没打算那个房子说升2倍涨5倍，人家这全国买了放在那，你跟人家比不了。就像你跟胡一金老师比炒股一样，你比不了，人家每个月有源源不断的收入，他有源源不断的子弹可以补仓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